孩子，论说这买卖人娶二房算不上什么大事儿，可是翡翠是我的侄女儿，现在家居娶了你，这一实力，如果你是我，你是翡翠，心里会怎么想？家驹哥，别再自责了啊，已经是这样了。反正你一个人待在青岛也是闷，也就是咱们家的背景显得这件事儿不太好，放在别人家也不是什么塌天的事儿。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瞧不起自己。好在老爷不在了，我的压力还小一些。一代代的都对我抱有希望，可是我什么也没学会，学会的回来也用不上。翠儿，明天我陪你回娘家，也给老爷上个坟，向他赔个罪。翠儿，这男人薄情是天性，不过我这事儿办得也太出格了，我对不住你。家驹哥，你别再难过了。你看，你都这么大了，还是小孩子脾气。从小我就让着你，已经习惯了啊。记得小时候，爷爷给我们俩一人一块糖，你把你的那块吃完了，又把我的也放在嘴里，后来觉得不太好，又吐出来还给我。那个时候多好啊！翠儿，六哥说了，等过了年，咱那钱腾着空来，就先让咱买个小楼。你跟他跟我一起去青岛吧，在青岛我挺想你的。等到了青岛，那楼上就剩咱的时候，我给你拉琴，你又会下围棋，等没事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相对而议。翠儿，人这一生是短暂的，我会好好待你的。家驹哥，我等着。东家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儿？那些染的布全掉色儿啊！这怎么可能呢？这来，这不可能啊！这方子没问题，咱们烘干之前也涮了好几遍，不掉色。怎么这老百姓一买回家，一洗就掉色了？先去把那个王长根找来问问，都染了这么多布了，货都发出去了。嘿，去呀！前天，王长庚接到家里的电报，说他娘病了，回环台去了。你说你们也是，你们也不想想，这大华的伙计们都是张店、周春和环台的，你说你们怎么不动脑子想一想，就这么瞎染呢？再说这张店哪有电报啊？是不是明明这个陈六子在坑咱们吗？当然也怪我。你说明知道这染布的方子是一个厂子的命根子，我还非得挖空心思去要，你说我不是个彪子吗？你这东家，布已经这样了，赶紧想想对策吧。贾小姐在东北让人家扣住了，
咱要是不退钱，人家就不放人呐。退钱呐，全款退钱。东北的钱是可以退了，可是北平和天津那一带的钱怎么办呢？外庄的梁掌柜李秉琦和陆世林两人也给扣了，人家说了还要跟咱打官司呢。唉，这关键是现在咱没钱呢。那钱呢？不是都买成布了吗？东家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，哎呀，快说快说，把布卖给陈六子。你说什么？卖给陈六子？对，卖给陈六子。这济南的赵东初3番5次的提醒我，陈六子相当厉害，你得提防着他点儿。现在我明白了，这方子是他的命啊，人家凭什么给我呀？现在明白已经晚了。对了，刘先生，明天到临海大酒店2楼餐厅清场，我宴请这个陈六子。我不仅要让他买布，而且我还得问问，我染过的这些布怎么办？完了，陈六子，陈六爷。掌柜的，元亨染厂刘账房来了。陈掌柜的，我是让我怎么说呢？啊，东家给您的信。知道锅是铁打的了？知道，这回真知道了。陈掌柜的，务必帮忙，务必帮忙啊！帮忙？帮什么忙？派个臭娘们来勾搭我们东家，你再让大洋马来勾搭我呀？他觉得自己是个万能人了。陈掌柜的，务必救救元亨，救救元亨啊！救救元亨，救活了元亨，孙明祖再来挤兑我？不会了。东家说了，要和陈掌柜的交朋友，今后元亨大华商量着干。东家还定下了临海大酒楼，晚上请你喝酒，当面赔罪。你也不看信，这信上就是这么说的。我知道这么说的，甚至说的比这还好听。你们孙掌柜的是不是想让我把那些布回染一遍？是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！哦，还请陈掌柜的收下我们1000匹布，要暂时周转。好，你回去告诉孙掌柜的，酒就免了。不过刘先生，干买卖没有你们这么不地道的，带头破坏规矩，还想劫我的皮布，不想让我干下去。你们不想一想，一个大洋马能值几个钱？哦，他一脱衣服，我就得给他方子，哼，笑话！陈掌柜啊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大人大量。我们现在是山穷水尽，元亨还能不能维持，全靠你陈掌柜了。哎，刘先生，行了，我也别挤得你了，我帮着你们往回染。那1000件皮布，你得按原价卖给我。我所说的原价是指唐景给的原价，不包括那5块大洋的赔偿。是，陈掌柜，这事儿你也知道。哼，在青岛干买卖，别总想着谁挤得谁，大家都不容易。好，你把布运回来吧，我带10个工人去你们厂，今天就开始往回染。但我有个条件，你告诉孙掌柜，让你们厂的工人都看着我干，材料也用你们厂的。你们不是想学吗？好，我让你们学，我让他们看着我干完了，可照样还是不会。那当然，陈掌柜的手艺嘛，谁不知道？知道，佩服，谁都佩服。让你们厂子的主机李先生也看着我干，
行了，就这么着吧。你发电报让他们把布运回来。好在布还在，啊，顶多搭上点路费，没事儿。刘先生，你回去告诉那个管技术的李先生，他跟王长庚说陈六子不过如此。刘先生，这话可有点大呀。我当时心不够狠，我要是再给他加点东西，今天你就是想往回燃都不可能。现在还要紧吗？现在没事了，这一来一回也就亏个100把块大洋，对袁亨来说这也不算什么。但你记住了，就这一回。哎，我说啊，要不让小媳妇搬回来住吧？啊，一个人住在那庄户院里边，又怀了个孩子，我总觉得有点不合适啊。住是可以，可住哪儿呢？按说呢，妻妾不能同房，可是现在家居在外边，让他回来跟翡翠住一块儿，这样还跟翡翠说说话呢。你说呢？不行，先让他等等，咱不能让翡翠太伤心了。我去看看翡翠。翠儿，上哪儿啊？你别忘了，刚怀上孩子，不能到处乱走，别让不干净的东西把咱给冲了。我是想到前面庄户院去看看。去看那小婆子，看她干什么？不愁她吃，不愁她穿呢。家驹哥临走的时候再三嘱咐我，让我也常过去看看。哼，他还好意思说呢。姑，他现在已经是咱们家的人了，再冷落他也不好。再说，他又识字儿，经常给家驹哥写信。家驹哥在青岛，要是知道家里有这些不痛快，万一出去喝丑酒，让六哥知道了，六哥肯定会骂他的。我都容下了，您就别再。等他生了孩子，兴许还回青岛，别积下什么怨恨。姑，你让他住到南屋也行，住到我屋里来也行。他是城里长大的，没经过什么摔打。再说，他还年轻，一个人住在庄户院里，别弄出什么事儿来。唉，这算怎么回事呢？这样吧，我去看他，你回屋歇着，啊，去吧。妈，您来了，哎，坐，喝点茶吧。行，你放着吧。听下人说你只吃干粮不吃菜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哦，您看，就因为我怀了孕，你就让人给我单独做饭。可是您和爸爸、家俊他们就只吃咸菜，我看着那堆肉菜啊，实在是咽不下去。妈，你就让我和大家伙儿吃一样的饭吧。啊，嗨，这不光是为你，也是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。以前的事情啊都过去了，你就别放在心上了。你先收拾一下东西，一会儿翡翠啊就来接你，搬过那边住。我先走了啊。哎，你慢点啊。哎。好了，该起床了，得走了。二太太不是不在吗？人家再睡会儿嘛。是六哥要找我，我不能迟到。唉，倒没见过你这样的。东家呀，倒让掌柜的管着。只有他管着，我爹才放心。晚上我还来吗？晚上不要来了，我要陪德和洋行的内德先生吃饭。六哥呢，一心想干大，要添设备，我得出面谈呢。
天设备你还要去呀？全青岛啊，谁不知道你是甩手大爷呀？你懂什么？甩手最好啊！你是不是要去会见未来的三太太？其实找三太太也好，找你也好，都是一样的花钱。找你啊，更贵。两个太太已经够乱了，不找了。女人跟着我是享不了福的。走吧。嘿，大哥要土吗？真正的上等人土。你看我像抽大烟的吗？装什么正经？有钱人都抽。哎，巡警，这个翻大烟的。哎，就是他！哎，别让他跑了！哈哈哈哈哈！掌柜的早。哎，这天冷了，被机器炸断的这个地方，疼不疼？就觉得紧绷绷的，倒没觉得疼。社长，电报稿已经拟好，请您过目。参谋军，这样，再各发一份，给直产机器公司和日本机器公司，看看他们能不能造这样的设备。陈寿亭要的这套设备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，好几个副机的配件需要定做。是，社长，您看我们要不要联络一下元恒染厂的孙明祖？如果我们一次购入2套设备，国内的企业会给我们更低的价格。他暂时不会要的，他还没从上次的打击中摆脱出来啊。他也不愿意再和陈寿亭发生摩擦。依我观察，他就是真想买，也不会和大华一块买。他怕再中了陈寿亭的什么计。我们也得小心，别中了他的什么计。他这个人心眼实在太多了。这个人心眼确实是多，可是他挺讲规矩。其实他所有的计都摆在你面前，让你去选择。比如说这一次吧，他已经把自己的全部计划告诉了我们，同时也正与内德洋行的德国人谈这笔交易。卢家驹把清单送来，还写得这么详细，他就是想让我们报出底价。社长，我们跟德国人争来争去，2家可能都没有什么好处，反倒是让陈寿亭占了便宜。我回忆了一下，自从我们跟陈寿亭有交易以来，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的利润最少。我们宁可没有利润，也不能把这笔交易给德国人。参谋军，这套机器从表面上看，价格并不高，约4万元中国币。但是中国的货币是银本位的，它的国家很大，货币总量却很少，所以币值很大。如果把这笔款子换算成日元，数目是相当惊人的。这样的交易对于我们来讲是很有意义的，对我们国内企业来讲，也会得到足够的重视。这陈六子要是上了这套设备，真的可以跟我们分庭抗礼了。你说我当初怎么不早点上这个机器呢？一时糊涂，一时糊涂啊！啊，对了，你干脆回来内德，就说以后我们考虑考虑再说。东家，我就不明白，这种滚筒机，这全中国也只有2套，全在上海。陈六子他连字儿都不认，他怎么就知道买这种机器呢？
他不认识字，那陆家驹他认识啊。他在德国就是学这个染织的，虽然不会干，但是什么机器好他还是知道的。这台机器啊，用人少，占地小，又特别快。现在想想啊，咱们早就输给这个陈六子了。就说去年吧，他把那台崭新的德国造的海德堡印花机卖给咱们，咱们当时就是图这个一时便宜，把它买回来了。结果怎么样？没人使，变成一堆废铁了。哎，人家倒好，把废铁变成钱了。他卖机器的时候，就是他最困难的时候。我已经问过陆家驹了，当初我就说不要买，你和李先生非得说要买，李先生还说他的同学会使那台机器。别说他同学没来，就是来了，把花布织出来了，那花布还有市场吗？现在想起来后悔了，早该后悔了。我先出去了。不是你嚷什么嚷，还当着老刘的面。咱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乡下人在青岛兴风作浪。我自己出钱买那套设备，跟他对着干。赔了算我的，挣了算股份。要说买呢，咱们也买得起。问题是咱们买了有什么用啊？咱们刚刚处理完那些回染布，现在需要的是休养生息。咱们把眼光放得远一点好不好？这个市场非常大，干嘛非得跟这个陈六子怄气呢？虽然大华现在发展很快，可是要想赶上咱们，那还得相当长的时间。其他的厂子都小厂子，是吧？真正在市场占大头的是咱们，你干嘛跟他干呢？气死我了！我咽不下这口气，我一定和他干。不生气好不好？不生气啊！放手！气死我了！咱不生气好不好啊？你看我都不生气，你生什么气啊？来来来，再说呢，冤家宜解不宜结啊！来来来来，不生气，听话。不行，回来。你干嘛去？我去找内德，那套机器我买定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就是买了，我也不让你安装。那我自己开染厂。真没见过你这么没用的。站住！好好好，咱买成不成？啊，来来来来，回来坐，买，咱买，快快快快！这个大小姐呀，你现在这个脾气怎么这样呢？来坐。但是咱们话要说在前面，买归买，但不能立刻就买。咱们先让这个陈六子把机器安好，然后咱们过去看一看。因为对这个机器啊，咱们谁都不熟。我那天问李师傅，李师傅他说他不知道。咱们别光听别人说好，最后呢还像过去一样，啊，稀里糊涂买了一堆废铜烂铁。那你这说来说去，还是不买了？哎呦，我这是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。我不是怕又上了这个陈六子的当吗？他现在知道咱们有暂时的困难，啊，活钱很少。所以他故意放出风来，让内德说他要买一套设备，他想激起咱们火来，让咱们也进一套机器，这样就把咱们的流动资金变成了固定资产。你没有活钱，你怎么开工啊？你到那时候你怨谁去？是咱自己往火坑里跳的，小姐。所以这个事儿啊，不急，咱们慎重一点。你说呢？还真得防着他这手。哎。哎，我说后生，这路走的不对吧？是啊，火车站到后村街里就1点路啊，你怎么走到荒郊野外来了？啊？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不对，怎么走这儿了？这就对啊！你要干什么？不干什么。我问问，你贵姓啊？我干什么？我姓卢，怎么？哦，
这后生，你这啥意思啊？啊？大爷，您别见怪，我姓杨，我在周村车站赶马车好几年了。凡是坐我车的人，我都把他拉到这儿来，问问他姓什么。要是姓杨，我就不要钱了；要是姓潘，我立刻把他从车上赶下来。这为什么？因为潘仁美陷害了杨家，他弄得国家没了栋梁，害得杨家全成了寡妇。佘老太君多大年纪了，还挂帅出征啊！这潘仁美不是个东西，这潘仁美的儿子潘豹也不是个好东西。哎呦，你呀，把我吓一跳！你真是这后生，书听多了，听迷了，中邪了。哎呀，潘仁美、杨家将离这儿都8、900年了。再说了，潘家那是个大姓氏，也不只是潘仁美一家。我听说啊，只要一听到这一段，我气就不打一处来。上次我又听到这一段了，气得我从书棚里跑出来，一脚就把老潘家的茶水摊子给踢了，害得我赔了人家3毛钱。大爷，我问问您，您说这奸臣他为什么总是陷害忠良呢？他能有什么好啊？后生，这历史上姓潘的不都是坏人？哎，这古时候就有一个潘安，知道吗？哎，长得一表人才，特别有学问呐。还有三国有个大将叫潘璋，差点一刀把奸臣曹操给劈了呀！真的？哎呀，好，我来领走。哎，快！哎呀，这没想到这姓潘的也有好人啊！哎，呀，行呀，罗老爷，今天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呢？惭愧，早就应该来拜访你了，一直抽不出。哎呀，慢着，来，来。哎呀，刘掌柜的，体妹啊，哎，寿亭啊，能人呐！你看，这才去了1年半吧，不但把厂的本钱给赚回来了，哎，还赚回来2个厂的钱呢！这不要去填新机器了，没想到，真的是没想到啊！哪里，还是大少爷懂行。我们家寿亭呢，也就是出力。周掌柜的，弟妹，你们呢也不是外人。是啊，这家驹呢是送他到国外学这一行，可是他就没摸过机器呀。哎，没摸过也就没摸过吧，他别弄了个7个嬷嬷上供，净搞些神3鬼4的事儿，是吧？家里边给他娶了个媳妇儿，他不愿意带到青岛去，不带也就不带了吧。哈，青岛弄了个女大学生，肚子弄大了，这个送回家里边来生孩子，你说这，你说怎么办啊？不对这女学生好吧？好歹这是咱们卢家的亲骨肉，对她好吧？那怎么对待起这儿媳妇儿？你说呢？所以我这几天呐，真是够糟心的了。你家老嫂子她更糟心，儿媳妇是她的亲侄女啊。罗老爷，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，买卖人嘛，在外面总得见人吧。再说，大少爷长得又好，又是个留学生，再加上青岛那个地方，红灯绿酒啊，男女跳舞那都搂着跳啊。你说，这木炭硫磺靠火融，它就是不炸也得冒出个黄烟来吧。这怨不得大少爷，龙老爷，别太往心里去，日子长了也就好了。哎，龙老爷，我想问问我们家寿亭，他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别的？没，放心，绝对放心。寿亭啊，从早到晚就在工厂里边忙活，这种烂事从来不沾，从来不沾。这寿亭啊，从早到晚就在工厂里边，从配料到买布，就他一个人撑着呢。哎，
你就说吃饭吧，那都跟工人一块儿吃，伙房做什么他就吃什么。可我们的家具呢？哎，每一顿都到馆子里边去吃。你说这，我是实在想不通啊。咱们好歹也是世代书香吧，也应该是通情达理的吧？怎么就生下这么一个儿子？我算是想通了，以后上学啊，就在中国，外国说什么也不能去。卢老爷，你别总想着大少爷那些小事儿，那当东家的下个馆子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。当初咱这作坊里雇着个师傅，就他那点手艺啊，几天就将寿亭都给学会了。可就这样的人，天天还吃白面呢。是啊，罗老爷，大少爷年下的时候我也见过，虽说是富家子弟，但并不猖狂，人也挺好的。他和寿亭在一起，免不了要吃点气。寿亭这孩子脾气急，张嘴就骂人。周掌柜的，寿亭要是这么个斯文人呐，咱俩这买卖合不了伙。我就是要这么一个人在他面前站着，哎，我就当面交代过，我说寿亭，家居要是不听你的话，你就骂；要是不听啊，你就用脚踹。爹娘，明天我就去青岛找寿亭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7号灰色染头的水冒气了。好。还不行，继续加热。哎，好嘞。怎么样？加1磅01平碗黑矾，加1整碗的硫酸，千万别烧着手，戴着胶皮手套子，准备下煲。好嘞。哎，掌柜的，我看水太热了，手都下不去了。不行，加热。你他娘废什么话？加热！哎，好，烧大火。小子，我告诉你，在所有的颜色里啊，灰是最难染。染料加多了就变成生灰或者黑，染料加少了就染不上去，靠的就是这温度。温度低了粘不住，温度高了硫酸较劲就能把咱这布给烧烂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惦记着给我当师傅，我干买卖以来辞的第一个就是我师傅。看好了，停止加热，停止加热，半桶凉水。哎，好嘞。1克中1式，由于须子卷到这个程度为标准，冷了你就加热，热了你就加水，染砸了我揍死你！还号称7号草主呢。卷到这个程度，记住了啊！哎，我记住了。好，开机，下步。下步。天天染灰布多好啊！我这边就能天天吃鱼了。哦，你把鱿鱼送到伙房的时候，跟他妈傻瓜说啊，蘸了颜料的这一段布布要去掉。上回我就发现汤里有没去干净的，这矾这酸全有毒，别让这帮傻瓜把咱给害了。你可千万记住了啊！哎，我记住了。哎呀，这是在青岛啊，有鱿鱼的。当年我在周村全是用手试啊，酸烧再加上烫，我这手一年到头全是烂乎乎的。掌柜的，我看还是用温度表吧，还是那玩意更准。什么温度表？德国进口的温度表，一根要3块大洋。我听了东家的话，买了10根，可用了不到1个月，全烫坏了。那温度表里的水银落到槽子里，还毁了我1槽子的料。10根就是30块，咱这1桶鱿鱼才多少钱？才1毛钱。
大伙还能解解馋。我说你小子怎么不学着亲娘过日子呢？再说了，大伙要是都知道多少度，要是别的厂家出的钱高，挖走咱一个人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由于打卷的程度是信得过你这王八蛋，你少在这给我支招，滚！哎，掌柜的，德和洋行的内德先生来了，还带了个翻译。你让他找东家谈去。东家，他出去了。去哪儿了？电报局那个女的又来了，嘿，东家怕吵起来不好看，和他出去了。现在的女人真够可以的，一旦沾上她，想抖了都抖了不下来。这女的我也见过，上回让我数了她一通，好几天没来了。这趁我不在，她又来了。不行，你得去把家驹找回来。掌柜的，就别找了。东家现在一时半会儿的也没这个心思，他就是回来了也不管用啊。掌柜的，您消消气，去见见德国人啊。就没见过他这样的。刘酸，你这叫王八蛋！你找死啊！找死！你他妈找死啊！找死啊！我说过多少回了？掌柜的，哎呀，掌柜的，算了。我说过多少回，抬硫酸要用垫子垫着抬，那口要找东西堵死。你倒好啊，只抬了一个鼻儿，那口也不堵死。你这不找死了啊？要让硫酸烧了怎么办？我怎么向你们父母交代？哎呀，掌柜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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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内德还等着你呢。你们干什么呢？干活呢！快干！干活去！我来收拾了。哎，妈，收拾了，快！掌柜的，这是那个陈先生。老吴，你让他们到你屋里等1个钟头，我现在在火头上，什么事也谈不了。请坐，来，请坐。杜先生，你还得给内德先生解释解释。陈掌柜的就这个脾气，一会儿就没事了。刚才呢是工人违章抬硫酸，差点给烧着。他呢忙里忙外的，心焦啊。陈掌柜的少年得志，15岁就当了掌柜的。可是我听说陈先生以前还要过饭。嘘，你可别乱说啊，让他知道了，这买卖还做不做呀？啊，我是说，我听说过陈先生的本领，也听说过他的脾气。可是内德先生也是有身份的人，这么鲁莽，想必是不合适吧？更何况这也不是对待合作伙伴的方式。哎呀，杜先生，这事儿你多担待。啊，陈掌柜呢，其实给内德先生留了面子，因为他是个洋人。要是你自己来啊，他一嗓子就把你轰出去了。杜先生，你有所不知，陈掌柜的除了他丈母爷他不敢骂，谁都敢骂，连土匪啊他都不害怕。这青岛码头上地痞流氓厉害吧？不敢在这闹事儿。这何大庚啊，嘿，割自己的肉，割一块他吃一块，割一块他吃一块，全是生的。这何大庚一看没镇住，关上门，俩人拜了兄弟。你们呢是来做生意的，生意谈成了，这是目的，那些小事就别提了，别怀了大事啊。啊，我知道，陈先生是个长期人哦。老吴，掌柜的，从柜上支2块钱。好的。刚才我打的那小子
事后想想，觉得手也忒重，还是个半大孩子，也一时想不开啊，跳了海。你去替我给他赔个不是，就是我错了。我去办去。掌柜的，您这是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啊？你说什么？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？我打他是因为他错了，我给他2块钱是因为我错了，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哦，另外一件事，买机器的单子在我这儿。你这样，你抄个几份，给扎西丁洋行的英国人送去，咱要货比3家。这帮洋人呐，他们想蒸肉吃，最后肉被咱吃了，留给他们的全是骨头。这事办得对，对，让他们争去。掌柜的，你是不是见一见内德先生？你让他们过来吧，好端端的生了一肚子气。哎，掌柜的，人家是来谈买卖的，你别跟人横鼻子竖眼的大声吆喝啊！老吴，我这气刚消，你可别再激我的火。我不管什么德国人还是日本人，他们是拱着来和咱做买卖的，是为了挣咱的钱。你给我记着，老吴，咱之所以跑到青岛来挣钱，就是为了有了钱能高声说话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你家大嫂来了，还带着个伙计叫柱子，也带着媳妇来了。在哪儿？刚送到你住的地方。邓彪啊，那个叫柱子的不是伙计，那个是我兄弟。兄弟啊？哎，你告诉他们，说我正在和洋人谈买卖，咱们相公后私，谈完了我立马回家。哎，好。哎，掌柜的，东家也回来了，在那陪着大嫂说话呢。他说让你晚上别去伙房吃了，他请客做东。不用，咱告诉伙房，蒸馒头、炖鱼，大伙在一起热热闹闹的，多好。到馆子吃饭太贵了。对，告诉东家免了。哎，那我去了。哎。